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初10，诗篇145篇19节安尼讲：敬畏伊的，伊要正因的心所爱，也要听因的求叫，来拯救因。大家来祈祷，听阮求叫来拯救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最大，我要永远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至大，应该受大称赞。你的伟大无法度测度，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保养你大权能的所做。主啊，阮的心全部听候你，阮的心单单仰望你，阮的意念全然向你，也要时刻来保养你的名。主啊，世上一切拢要归伫无，独独你是阮的一切，因为你应允阮，敬畏你的，你要正因的心所爱，也要听阮的求叫，来拯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以应允咱，既然咱敬畏伊，伊就要正咱的心所爱，也要听咱的恳求，来拯救咱。耶稣听